下一位龍漢標議員。主席對於係粉嶺北新發展區係興建呢所30個班房嘅小學咧，去取代而家一間係65年嘅舊校舍，只係得18班，咁俾莘莘學子係有一個係好嘅學習環境咧，我好難係唔支持嘅嚇。咁就亦都嗰個我睇到嗰啲圖咧。嗰個校舍嘅設計咧，其實都幾標準化嘅咁係分別嘅，只不過係即係不同嘅地方，可能因應嗰個係地盤嗰個形勢係即係有改變嘅啫。咁呢啲我亦都睇唔到有啲咩嘅意見喺度咁我都係支持㗎。我係即係留意到啦，係有一個問題咧，我想係即係請教一下嘅，就係喺個文件嘅係即係第10段I 嗰度咧，就係有一個係即係顧問費嘅。顧問費係即係負責係有合約管理同埋駐工地人員嘅管理啦。呢個項目就係11.9 million 1190萬咁。咁呢個顧問費我亦都唔覺得係有問題嘅咁但係即係當我睇係下一份文件啦。即係話係安達臣道石礦場嗰個咧，我就見到啦即係嗰個嘅係項目啦，就係用翻係內部人手係負責工程嘅計劃同埋合約管理。咁嗰個係即係費用就當然係會平好多啦只係250萬啦。咁我明白嘅，你係即係揾出邊嘅顧問同埋係即係內部人手做咧。係大家都係有，即係你若果內部人手做都係有一個嘅係機會成本㗎嘛，係嘛？咁所以我唔係質疑呢樣嘢，我只係即係想係即係了解一下咧，你哋係嗰個嘅係條件喺乜嘢嘅情況之下，你哋會係即係用內部嘅人手去係即係處理乜嘢嘅情況之下，先至係揾出邊嘅顧問咧？好，副局唔該。多謝主席，亦都多謝龍議員對項目嘅支持。主要就住嗰個聘用顧問嗰個安排嗰方面，其實每個項目嗰個情況都有唔同嘅，即係主要係去決定係咪聘任一個顧問公司嘅時候咧，咁建築署嘅同事咧都會考慮亦都檢視內部嘅嗰個人力嘅資源啦，同埋主要係嗰個個別項目嗰個需要嚇，即係如果係睇到有需要，亦都睇到咧，即係希望有多啲嘅即係需要嘅人力資源咧，係幫到執行嗰個嘅項目嘅時候咧，就係可以去聘請一個顧問嘅公司咁樣。嗰個聘用顧問公司最主要可以咧就避免，如果即係一個工程嗰段時間好多嘅時候咧，就即係我哋就唔需要額外聘請多好多嘅人手，可以增加嗰個靈活性，亦都即係可以借助到即係外間嘅一個幫助咧，係更加有助推展嗰個工程公務嘅項目啦。主要係呢個原因。多謝主席。係主席，我係想補充一句嘅啫，我明白嘅嚇，即係多數係即係聘用顧問都係咁樣嘅情形嘅。咁但係咧，就我都希望咧。係即係兩樣嘢，我亦都覺得係應該係雙軌並行嘅。咁但係咧，一定咧係可以喺從中咧係吸取到嗰個經驗咧正話副局講得啱啦。乜嘢情況之下你會係即係聘用顧問？若果係將呢啲嘅係條件啦係將佢係清晰化喺部門裏邊係有一個嘅制度啦，即係日後若果即係審計處去做審計嘅時候咧，都會係即係有一個係依歸喺度，咁我俾個意見俾部門參考嘅。好啊，